你最近講咗一句幾有爭議性嘅説話，你話中國嘅人工智能競賽入邊贏緊佢 AI 競爭度領先。我知道你有一個好強勁嘅對手華為，而華為有好多你哋嘅優勢。不如你講下呢場競爭係點樣？咁我哋係咪真係輸緊啊？呢個標題真係好正。係啊，個標題好勁㗎，而且好明顯吸引咗唔少人注意。你都知嘅，標題通常都會漏咗嘅聲明或者基礎部分，佢寫咗標題度。但係點樣去睇呢件事呢？等我而家簡單分析下。如果你睇翻 AI， 翻到我哋一開始講嘅 AI 就好似一個5層蛋糕咁。我哋就簡單啲嚟講啦，其實唔係咁簡單嘢嘅。雖然現實咗咁簡單，但我哋就將 AI 簡化成5個層面：光纖、能源、晶片、基建、模型同埋應用。好啦，咁我就由下至上逐層分析下。喺最低層嘅能源方面呢，中國嘅能源量係我哋國家嘅2倍。我想問下，能源真係有我哋國家2倍咁多，但係我哋經濟規模仲大過佢嘅。我真係唔明點解會嘅。我哋都知道呢屆政府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政策就係要推動美國再工業化。呢個都係特朗普總統第一次見我時同我講嘅第一句說話。聽住，我哋要令美國重新工業化，我哋要將製造業帶翻喺美國，我哋要幫美國重新生產嘅，咁樣會創造好多就業機會。呢個經濟部分已經被外判外移，完全摧毀咗美國本土。我哋要將呢啲帶翻嚟，而佢都需要我幫手先做到。所以成個經濟範疇而家都唔見咗。但係如果佢能源，我哋點樣起晶片廠、電腦系統廠，仲有嘅 AI 數據中心，我哋叫做 AI 工廠。我哋而家喺美國同時起緊3種唔同類型嘅工廠，包括晶片廠、超級電腦廠同 AI 工廠。呢啲全部都需要能源。對，所以一方面我哋想令美國再工業化，咁能源你點做得到？所以話我冇咁耐以嚟都將能源妖魔化。特朗普總統肯冒住風險，頂住壓力去處理呢件事，幫佢手，真係幫佢手，令到國家明白到能源對我哋發展係必須嘅。呢個可以話係喺一開始做過其中一件最偉大嘅事。而家講翻能源層面，講翻頭先嗰個堆疊，我哋而家大約有50%，仲要直線嘅增長緊。我哋而家都算係停咗嘅。所以第一，能源；第二，晶片。我哋已經領先幾代人。喺晶片方面，我哋真係領先幾代人。我哋大家都認同呢一點。第三，基建。如果你想喺美國起一個數據中心，由動工到起好一部 AI 超級電腦，大約要3年時間。人哋1個週末就可以起好一間醫院，咁確實係個挑戰。因此呢，喺基礎設施層面，佢哋嘅建設速度好快，因為佢哋係建設者，佢哋嗰個建造速度非常之快。而家就芯片技術嚟講，我哋已經領先好幾代啦，但係唔好自滿。請記住，半導體係一種製造工藝。認為中國冇製造業嘅人都忽略咗一個重要事實。但係中國對芯片公司嘅能源成本優惠50%，呢個係正確嘅。為員工提供免費交通工具，方便佢哋嚟工廠返工。即係你做唔到嘅嘢。本身我哋嘅能源成本都比佢哋貴，跟住咧，佢哋再減多50%，所以我哋嘅成本可能係佢哋嘅4至8倍。咁你講下，你對同中國呢場大競爭有咩感覺？即係政府係大力支持佢哋嘅冠軍企業，我哋喺呢個國家就冇乜做。你對呢件事有咩感受？佢未答你之前，你等我唔好漏咗呢個問題。我好想答呢個問題，但係等我先講下之後2層嘅情況。語言層、模型層、模型層。美國嘅前沿模型絕對係世界級，我哋大概領先
6個月左右。但係喺140萬個模型入邊，大部分都係開源嘅。中國喺開源方面領先好多，遠遠拋離。而家開源嘅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嘅開源，初創公司根本冇得生存，大學研究人員都做唔到研究，你都教唔到 AI， 科學家都用唔到 AI。基本上咧，成個經濟圈入邊嘅行業，如果冇開源咧，根本冇能力真正推動自己進步。如果睇 Linux， 我哋會點？如果喺 Kubernetes， 佢 PyTorch 咧，所有令 AI 發展得咁好嘅唔同技術，其實都係開源。佢哋喺開源方面真係領先我哋好多。跟住咧，再上一層就係應用程式。如果你冇咁嘅社會，同我嘅社會做個調查，問下大家覺得 AI 係咪會帶咁多嘅好處定壞處？佢哋嗰邊80%嘅人都會話 AI 會帶咁多嘅好處過壞處。至於我哋就啱啱相反啦。咁其實已經反映咗一啲好重要嘅嘢，喺社會層面嚟講，真係非常非常重要。我哋唔可以用喺科幻電影入邊嗰啲方式去形容 AI， 搞到大家嘅擔心。我哋係要關注，但係同時都要實際嘅。AI 其實就係自動化同相關範疇。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小心，唔好喺 AI 應用同普及方面落後人嘅，因為到最後邊個最早最多應用到呢啲技術，就會贏咗嗰場工業革命。你都知電係喺英國發明嘅，但喺美國應用得更快更廣，所以你睇而家個局面，所以我哋要有啲警覺。總之我啱啱就簡單分析咗成個局面。我覺得喺 AI 嘅時候，唔好當佢係一個全面一體嚟嘅，呢點都好重要。其實唔係話 ChatGPT 同 DeepSeek 邊個贏嘅，你要從成個技術堆疊同埋唔同行業去諗成件事。你明我意思咩？其實佢咁簡單得一個答案咧，係複雜嚟。但係同中國比，佢哋投放資源俾華為，你哋覺得競爭環境公平咩？首先咧，就美國嘅科技行業其實就好似我哋嘅金融服務行業以及軍隊一樣，我哋大家而家都可以達成一致嘅共識，並認為科技行業確實係呢個世界上最為強大嘅行業之一。我身處科技實力最強、實力最雄厚嘅行業之一，歷史上任何人都未曾見過。我哋敢於同任何人正面交鋒，美國科技行業冇乜嘢可害怕嘅。我哋強大、迅速、富有創造力，我哋敢於挑戰任何人。不過，我哋唔可以將市場讓俾佢哋。你都知，依家 NVIDIA 已經被禁止去中國，更加唔使講中國都禁止 NVIDIA 入去。所以我哋係歷史上第一間兩邊都被禁嘅公司。所以無論係邊個禁止我哋去中國，佢哋同中國都同意 NVIDIA 唔應該去。當然啦，我而家講得有啲玩味，等陣我會講得再細緻嘅。但係而家我哋根本冇咗中國競爭。咁而家發生咩事呢？其實我哋已經等於係讓步嘅全球第2大 AI 市場、第2大科技市場。我知中國會唔係有人同我講過。話係啦，咁我哋唔喺中國，但我哋會喺其他地方增長。你係唔會取代到中國嘅，就好似全世界都想賣咁俾美國，想出口去美國嘅。如果佢低唔出口去美國，你都唔可能取代美國。我哋喺世界上係獨一無二嘅，我哋真係絕對獨特。所以講到中國，我哋唔應該將成個市場都讓俾佢哋。佢哋好勁。但如果我哋就冇讓晒成個市場，其實我哋應該去爭返。話雖如此，我哋都應該承認，華為係世界上有史以嚟最強大嘅科技公司之一。儘管佢哋得到咗好多支持，但係無論佢哋得到咗幾多支持，佢哋都應該得到每個人應有嘅尊重。我哋同呢家公司係競爭對手。
佢哋實力強大，佢哋反應敏捷，佢哋移動速度極快。我哋講過，如果美國唔係中國，中國嘅人工智能產業將會倒退。係嘅，絕對冇發生過。因此咧，佢哋嘅半導體產業規模咧係西方半導體產業嘅2倍。你知道咧，世界各地嘅半導體產業每年增長20%到30%，每年以20% 或者30% 嘅複利增長，同每年翻一番嘅複利增長相比，好快就會趕上。但係佢哋已經開始啦。咁我哋而家喺2厘正走向擊球區，你知道佢哋確實擁有優勢，咁意味住我哋需要考慮呢個問題。請問喺20國集團峰會上，李克強總理亦出席咗，佢向各國提供咗與中國共同參與人工智能項目嘅機會。我哋甚至都冇派代表團，感覺我哋好似冇參與到比賽中嚟。佢哋喺呢方面就好聰明，技術擴散。冇錯，確實。以 5G 為例，佢哋會意識到 5G 既係一項技術，亦都係一個平台。因為咧喺 5G 嘅基礎上面，你可以構建各種各樣嘅服務。如果你第一個到達嗰度，無論你喺邊度第一個到達嗰度，就好似英偉達咁，我比人哋早25年就到達嗰度啦。所以我有好長一段時間，啲人理我，完全唔理我。所以我有好多時間去建立晒呢啲生態圈、應用關係同生態系統。我將呢啲嘢全部連接埋一齊，橫跨唔同嘅產業領域。我有25年時間去做呢件事。以華為同 5G 為例，佢哋完全因為政策被完全孤立。大家以為只係中國內部，所以佢哋有10幾億手機用戶，全部都係自己人。呢個俾佢哋嘅機會去做大規模發展。佢哋將呢個技術出口去一帶一路所有國家，而家仲有 AI 一帶一路，所以佢哋一定會盡快推廣中國技術，因為佢哋明白越早喺上面建立生態圈，你就越快變得有黏性，令到人離唔開你，你就會變成嗰個生態圈入邊不可或缺，大家都要依賴咗一部分。講下中國而家想建立咗生態圈啦，好明顯呢個生態圈好深厚、好堅固，唔單止有實體層面，仲有科技同經濟層面。你點睇呢樣嘢？不如我哋退一步再睇下。記住呢，我哋而家全球10大頂尖科學同科技學府有9間都喺中國，佢哋而家領先佢科學同埋科技，仲有好多唔同範疇。呢10年內完全調轉嘅局勢，以前大部分都係我嘅領先，而家大部分都係我嘅領先。佢哋有大量高質素嘅學生人口。第一、第二，全球有一半嘅人工智能研究員都係中國人。咁嚟緊呢第3點呢？喺過去嘅1年裏邊，全球有70%以上嘅人工智能專利都係由中國發表嘅。中國嘅人工智能生態圈好有活力，好豐富，創新力極強。佢哋真係好努力，呢個國家實力非常之強大。所以呢，就係中國軟件開發者嘅生態圈。而家正如我啱啱講過，嗰個層面就係模型同埋應用層。所有呢啲科學家其實都係喺模型同應用層度做嘅。而家佢哋會利用呢種能力，因為美國已經唔再參與中國市場，我哋已經離開咗中國，我哋已經撤出咗嗰個市場，我哋已經讓出嚟嗰個市場。所以而家佢哋要自己建立屬於自己嘅嘢，佢就會用呢班 AI 研究員，所有咁勁嘅電腦科學家，佢哋豐富嘅軟件實力，去建立屬於自己嘅完整技術嘅。一旦佢哋構建咗成個完整嘅堆計，佢哋會以你想象唔到嘅速度出口。如果我哋唔採取行動，呢個就係我哋終有一日會面對嘅世界。我哋將係買家，唔係賣家。呢個係正確嘅。